今日吼，我想讲要爱讲即个合作全民台语圣经。其实我伫即个我的网站内底已经有将迄个书文写伫遐。即个合作我迄个网站就是即个赖永即个 www. 赖永你若是即个点落去，就会出来我的即个网站。即个网站的所在有一个，你若看即边，遮有一个圣经。即个圣经即个点落去，即个遮是伫讲毋是要讲即个圣经的内底，互你安尼看，是讲迄个即个内力像讲关系全民台语圣经，你著甲看即个全民台语圣经即个所在伫遮就有一个讲全民台语圣咱着来读全民台语圣经。这是我为着即个做全民台语圣经写的书，所以今仔日我要讲的，事实上就是讲，就是伫即个书内面已经讲过，但是用嘴来讲互大家听咧。我小可用一下，所以我细汉的时，应该是12岁吧。我有去上一个家人教会的主日学，伫遐大声就爱学标字，就是讲罗马字台语罗马字。我就学即个标字会晓，就会当读即个圣经。我所读的圣经就是巴克利翻译的圣经。你若讲巴克利巴克利即个合作伊是应该是1858年是无是1935年过身去。伊来台湾是1875年，所以伊伫台湾要到60年会有60年的时间伫。伊即个合作有真侪贡献像讲台南新学院的创设，是讲即个合作教会公布的创设，当然迄阵也是叫做台湾府城教会部。佫一项特别对即个合作台湾的教会，佮即个台湾的台湾话即个贡献，就是即个合作，伊有翻译即个合作台语的圣经，台语的圣经。所以这台语的圣经1916年有出即个旧约。有这个新约1933年这旧约有出版了。其实这本圣经咱拢想讲是台语，但是若是看这个合作伊迄个后页遮都明明写的是，就是讲阿妹。Romanize Bible，就是讲英文音的即个圣经。
所以这点请大家来注意，就是讲这个本来是厦门话，当然迄个厦门话漳州像泉州这个或者台湾拢通用伫个，我基本上都是厦门话，所以这个用这个或者标的字来写的，这标的字个真要紧，就是讲要表现咱台语都爱靠这个标的字，才会当正确写出来。这个伊伫这本圣经啦，就是伫台湾的教会拢在用。这个实在讲起来真到当后要近100年这个时间，拢在用这本做基本的。日本时代嘛是安尼，这个做战后也是安尼。但是战后因为这个战后因为因推行所谓的这个叫做国语这个教育就是讲咧推行这个北京话，所以变做讲这个叫做标的字圣经捌封没修过受压迫，所以就是讲标的字渐渐就是讲就是都爱用这个叫做北京话的圣经，就是这个叫做汉字的圣经出迄个机会出一日这为着安尼这个巴克的圣经有伫这个叫做这是应该是几年1996年就有这个叫做台语版出来，这就是讲要适应这个叫做伫这个国语也是讲北京话的这个环境内不得不行的路线，所以这个是就是讲，所以这本的这个汉字版是会使讲是改写就是改写，这是一个路线。佫一个路线就是讲因为这个巴克的圣经本来就是讲是厦门音，所以厦门音内底当然甲台湾在讲的有小可差，照安尼在学界底安尼伫研究大概有差不多18%就是应该唔是台湾话。佫这个时代在变迁种种，所以这个叫做对语言方面来讲起来，这应该都爱有一个新的版出来。所以这个新的版的出现，来到这个叫做有2项较要紧的这个阶段，一个就是这个叫做所谓红皮圣经，这红皮圣经是天主教甲基督教合作来翻译出来。这是伫这个叫做这应该是1970年是吧？迄个叫做用标字出版，毋过出版了嘛，随着没收去，所以伊这努力一般就爱到2005年，一个叫做林春玉长老的努力，将这本翻做这个叫做
汉罗合用本，由这个新闻出版社出版来，咋？一般才会当看迄个内容就对了。这个两个，这两个是，就是讲走迄个用，就是讲语言，会使讲对语言开始来。拄啊，迄个叫做汉语版，迄时阵，就是毋是无改迄个语言，就是会使讲照顾，这个是有迄个语言的变迁来改这个路线。所以这个叫做搁一项就是这个2007年圣经公会有出版一个现代台语新约圣经2000这圣经公会会出来，这就是我啦，是这个叫做从这个语言主要是这个语言来改译这个圣经。咱毋知几年前啦这叫做林准玉长老就甲我讲，应该这个叫做把这个圣经就来改译。我实在无啥物，伊咧讲我实在无啥物赞同。我讲太有哲理，你也毋是这个圣经学者，你也会使咧讲要翻译。所以我实在是无啥物无赞同啦。毋过林准玉长老伊就讲，哎哟，这圣经公会，迄人伊一创都毋知就创几年，创到即摆嘛才敢若出即个叫做新约来惊，若要旧约毋知要过几年咧。因为遐济人念伊迄个换来换去，所以要出到即摆咧，勉强出新约，旧约到毋知要几年了。这科技时代要改，实在是语言，这要改就真简单嘛。咱来用这个叫做computer 来创，就真快。搁毋通咱这个科技的时代，这个叫做网站遮方便伫个，咱若有啥物意见来问大家，来问大家，要参加嘛会当问。这个来个人嘛会当问，圣经专家嘛，咱嘛会当问，这个或者语言三路，咱嘛会当问，你讲着佫也有道理的，伊就是就去拼咧，就去拼，就去，念伊就去就这个叫做，就这个叫做你这网络做。问来问，大你这协调迄个结局得着肖成芬牧师过着的牧师，因真大赞成愿意讲对这个新学上的问题，会当讲替伊解决。我感觉讲，这个我毋是小看伊安尼直咧创所以我才感觉讲，伊应该都爱赞同伊安尼来创。所以安尼我实在感觉讲有专人用全部的时间来做工课，成果实在是真大。
若讲伊无讲圣经，你讲圣经，毋是新来吧？不过较想想的吼，伊嘛有将即个号做即个红皮圣经翻做即个汉语。为着迄个伊嘛，安尼像我新约里嘛读几啊遍去。伊嘛在即个想讲平民的基督团，伊嘛是迄个翻做汉语。迄个基督团，迄嘛是总伫讲即个叫做圣经的代志的。所以你讲伊无迄个叫做神学的即个底，毋过伊安尼。就是在忘记毋知读几遍即个圣经去，所以我确实会感觉讲，伊即个合作咧推动即个代志，应该都爱甲斗，若是讲感觉讲应该都爱甲支持。即个伊所行的路线，大省实在是。真简单，就是讲用即个合作，巴吉的圣经做基础，敢若用即个讲现代的即个合作，那是讲较通用的即个台语来搬起来合作，本来是即个下文音的。也是讲从即个合作语法的顶面。本来呢，伊有较即个别克的有较英语的影响，是讲中国话会影响迄个语法，甲台湾话有小可无共款，会甲跳咧。我是讲即个合作别克的牧师，伊是较重视即个合作，伊迄个经文，所以伊比较得是较近即个合作。就是讲，字对字直译的，迄就可以做讲安尼，用语义来的。所以像即款的即个改变，这是甲迄个叫做现代就是讲台语本的做法，是走共迄个方向去。但是迄个这个就是讲，这个新版的就是讲即摆，这个新版呢，伊会使讲是一个，就是那种接续这个红皮圣经甲做现代台语圣经。一本的做法，毋过伊甲即个说法有无共款的，就是讲来用即个合作，现在较普遍的用的，所以即个就甲即个现代版就有。无共就是采取的无共款的，就变做讲，现在照即个统计，照即个教育部安尼伊会去调查，就是讲，即台语讲即个台语较济是就是伫南部，所以讲起来就是讲用即个普遍的即个来得出，所以这是甲即个叫做现代。日本有较精查的所在就对。即个合作，伫即个红皮圣经也好，还是讲伫即个现代日本也好。伊毋知安怎样他会将即个合作，本来
把迄个圣经内底吼，迄个拢有迄注卡，遐个啊怎，迄两本太全都话无创出来，所以像即款诶是提供这个新版伊实在是有甲伊恢复就对了。这个是讲起来，这也无讲起来也无啥物稀罕。这新版有一项就是讲，要将这个圣经内底人名甲这个地名，尽量要甲照原文来读，要用读音来读。这伫这个新版有特别附迄个叫做新旧的语言来对照表出。我这个是这个大工程的。像讲耶稣，你若汉字读做耶稣，即嘛要照迄个讲耶稣。有影安尼感觉讲，这安尼规个圣经拢改起来，毋知他这是为安怎？咱若讲这实在是即摆实在是有两项的走路啦。第一项是讲要爱将这个照旧来读，安尼就对这旧的在现在。牧师也是信徒，像讲我来讲起来，我就逐项拢后壁两项就是后壁两项，我太就讲，我来读做啥物款嘞？我实际上无讲真需要，毋过讲起来来讲起来，咱伫讲的，咱若是讲，咱若会当讲照迄个原来。若是讲这个希伯来人安怎讲，咱就安怎讲，圣经安怎写，咱就照迄个来读。日本人咧翻译的，迄个较近，连这个北京话，就讲你若讲耶稣，伊讲耶稣，伊迄个较近。咱台湾的太出，咱就变做耶稣的。所以也是讲，英语讲 Jesus， 就嘛较，咱像讲较近，咱的耶稣就较无。我是这个问题，这实在是真大问题。毋过这个全民这新版伊有这个将这个大胆安尼走一步。建议这个合作讲来改，这个当然是真争论的问题，但是因为这个版毋是教会提这来所做的，所以伊要提出这个合作新版提出这个建议是值得考虑的所在，无的确这是真好，无的确这对将来，也是讲对将来这个台语的翻译的历史来讲起来，是真大的，就是讲无共款的真大的一步哩。这个大家若有啥物意见，咱就会通讲互当事人来知影呢。因为这本圣经的目标就是讲，爱互人安尼读有，搁听有的圣经，要互大家。所以这个本来开始咧讲的是讲要用破碎版，但是像讲这个合作伊就种
我比如有这个新版，我这 voice 就款嘞，有这个合作，这个合作，common English Bible 这出来，所以这个这版的，你若讲把这个普世版，想来想去，或者较环照这款 common English Bible， 咱个这个叫做讲 common Taiwanese Bible。中文的书名叫做全民台语圣经，所以这是会使讲全民台语圣经会使讲由来就对啦。目前照当事人的计划，就是讲出3种，出3种版本。伫遐有这个合作标语版，就是罗马字的，有这个合作有这个汉罗版，有这个合作汉罗，就是讲罗马字的顶面加注这个合作，加注这个标语字的合作，就是讲汉罗加Ruby 这版本，所以这是现在的计划的3种这版本呢。当然有可能也是讲为着这个合作，讲要爱伊维持原来的地名人名的人来为着这来考虑的事啊。我这个当然就我出一个这个讲，一般是拢较新的这个就是就是讲教改，敢若地名这个人名无改的原始版，我这个大个款的版本也无得合。当然，这事实上讲起来，无嘛会使，因为汉罗版本身，你若要照顾读，就会使，就是汉罗版就会当应用，会使照顾来用就对了。将来可能嘛会使出这个有声的版，这个嘛会当讲，实际马上就会当讲，你若一旦要出版的这项实在，我现在嘛已经都这个那就讲试用版就已经拢在上网去，所以每一项的这个合作版本拢会当伫这网络会当看到，所以这是。这个合作福音会当讲传到各所在，所以我是感觉讲，这本圣经是爱读有啊，搁听有的圣经，所以有这个圣经的事咱就来出。最后，咱来出声来读，毋啦家己读，会当讲做伙来读的时我想这应该是袂歹才对的。搁一项，因为这网络遮方便的，所以你要请教人，都也是在真方便的。有这个安尼版本出来以后，有这个版出来以后，毋若讲即马安尼讲，这个叫做萧建芬牧师过程的牧师，而是讲有当时这个叫做
为人牧师牧师嘛会当，拢会当吼，就甲因指导以外，再伫研究新旧约的圣经的学者，嘛拢会当参加啊。毋然迄个做语言，对这本来就是咧语言开始，为着语言开始，所以这个语言，这大家拢会使。看有啥物讲，若看这个新版，我以前讲着怪怪，你嘛会使提起，会使提供这个意见，所以这个圣经啊，这个新版的圣经，一出来，啥物人都会出来，你我若有意见嘛会使提出来，所以若安尼来的时啊，就是讲，后日经过这个大家一班会变做讲，搁较读着大家拢爱读的圣经，搁是大家会参加的一个圣经去，所以变做实在是变做讲，这个全民台语圣经是咱来。讲台语的人，而且爱读搁参与的圣经。讲实在，这本圣经的出版啊，毋拿利益，这个叫做讲台语，还是讲闽南语，这个信徒。的利益，有利益，实在是会得个带动，这个叫做台语母语文化的复兴运动。哇！